自場嘅錯配嘅。前鋒製造混亂嘅其中一範人咧，但係當然入球先最緊要啦。但係教練都就係投下冇基信心嘅一票嘅，跟住都擺佢打前球正前球。咩料啊？屋宇署出動航拍機協助偵察。做咩啊？屋宇署署長余寶美出席北區區議會嘅時候透露，舊年開始利用航拍機檢視360棟有外牆剝落等風險嘅舊樓，同時查找僭建物。拍咗嘅影像咧，我哋會用而家就開始測試緊，用一啲人工智能嘅方法啦，就揾咗一啲顧問公司幫我哋研究點樣可以直接從嗰個影像咧，可以窺出危險嘅部分，咁就刪減咗我哋做報告嗰啲時間。我哋亦都有用無人機咧去睇一啲僭建嘅狀況啦，譬如係一啲難去到嘅地方啦，或者一啲斜坡嘅地方咁樣。2011年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嚴打新界村屋僭建，之後推出申報計劃，等業主主動申報11類僭建物。已經申報嘅僭建物唔會即時取締，只要每5年檢驗安全，署方計劃重啟機制，等市民透過電子方式申報。即係如果你喺個村嗰度，如果你掘個地牢咧，嗰啲都冇得申報嘅。啊，嚴重僭建物，我哋而家係唔會想透過一個咁樣嘅方法去將佢合法化，亦都係唔應該嘅，因為我哋局方咧亦都喺唔同嘅場合有講到嚴重嘅僭建物，其實我係會透過咧加強執法咧去糾正佢。如果你話5年有申報一次，5年申報一次，可唔可以即係第一個意見就話全港性咧，將呢啲僭建物如果揾專業人士去 check 過，佢哋如果係冇危險性嘅，亦都影響唔到人嘅，可唔可以用個好地價形式乜鬼啊？哇！老咗咁鬼多啦個樣。去處理咗佢？點解咧？有一個好處嘅，因為你而家拆呢啲咁嘅僭建咧，因為全香港大量嘅僭建，你要拆佢咧，真係拆100幾年都拆唔晒。另外，屋宇署話舊年全港已經處理嘅樓宇你入去嗰度都已經麻煩啦。有近47000宗，又話要搜查令，又話要呢樣，又話要嗰樣，你攞齊呢啲文件起碼幾年啊？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件，將會喺8月14號結案陳詞。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同發布煽動刊物等嘅罪。審訊踏入第未結案啊，要8月啊。8月咯。時俾指示。而家幾月啊？而家3月，即係要坐多半年。案情撮要，辯方要未判啊。自己52日自現時候嘅未證判啊，據撮要。而控方就要準備包括中國、澳洲同新西蘭佢幾多歲啊？而家？國家嘅國家。你咁就係衰緊㗎啦，起碼10零20年啦，你喺入邊死得啦。就得。但有法官佢哋得你幾多歲啊？另外兩案件重疊。法律就係法律，佢話。法律就係法律啦，法律人人平等啊嘛。電視劇即係咁成日拍㗎啦，都係我話就唔平等啦。就得。法律人人平等㗎嘛。重慶乒乓冠軍賽，中國嘅林思棟打入男單。有冇可能而家唔俾保釋先？嗰日咪犯咗咩大罪？台北嘅高成瑞呢一番以至第一局差啲被偷襲得手啊！我唔係殺人放火啊！佢追到刁時，先贏1局12比7。咩料啊？精彩對決，高成要搶先起板。哇正！死啦屌！林思棟落網。呢局4次平手之後，林思棟都贏11比7拉開局數。叫19歲中國球手上個月成為最年輕嘅世一，第3局又嚟過。林思棟今次反手落網啊，被排名24嘅高成瑞贏翻一局11比9。過去2次交手都贏出，第4局被追到8平手之後，林思棟係連攞3分。